预备。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侪位议员贵宾以及在地里长掠手旗号，随后台南市安南区海南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正式动土。好，开始，抢头，大家平安，健身地国。这活动中心就是甲咱里民息息相关的。咱要大建设北外环、北外环吼，即个大建设会当交通利便，但是咱嘛爱基站的建设。咱第二任的即个重点的之一，就是要搁甲足侪无活动中心的所在，也是活动中心已经破烂无法度支持的所在，更加起新的。新的活动中心伫高云仔中会区的海南公园内，这是安南区重点发展区域，同时也是台南市第一个低端示范的社区。因此，区长表示，这座活动中心将打造成首座钻石级绿建筑的活动中心。那历程经过了都审公园动物标使用、高经费的争取在我们黄伟哲市长的支持，还有我们各级民意代表的一个协助之下，也能够顺利的来发包。那今天动工，预计在明年113年的一个4月份能够完工。这项工程总经费是6170万，总坪数328坪。完工了后，将提供里面一个办理集会活动，也是讲是办地一个场地，发挥多元化的功能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